湾的山区有真侪魔神仔的传说，内底迄个黄色号码小飞夹是伫什么所在出现的咧？哦，我要来救人哦！哦，来哦，来看救人哦！我的山友拢山友来，有山，你捌去过？我拢爬过啊，哦，啊，毋过无拄过我啦跟。你做伙去。我家在无住过。有这个传说就对啊啦。是。对。哦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玉山，来玉山对唔对？来个嘉有一义，点就万五咯。这个小飞夹因为当迄个爬山的时有当时行落雨，还是讲迄较降吼，因拢穿一寡迄黄色的号码，啊，拢总有三个。但是伫迄个大过嚟啊，吼，传说是安尼，啊，因就是讲拢会共引带去较无好的所在安尼，吼啊，所以去爬山的时，有当时啊要上山进前，你若经过土地公庙啊，还是讲有一寡庙，咱若过即个庙，你无一定是信迄个宗教的，毋过就是手安尼虔诚甲拜拜一下，我相信迄拢是对土地的尊重，